Miss 林坤，係一個00後嘅玄學 YouTuber，都係一個紫微斗數愛好者。上一期我就有提及到會同大家分享我學習紫微斗數嘅書啦。咁呢一期我推薦嘅第一本書咧，就係日本命理學家包黎明作者寫嘅《紫微斗數入門》。好，咁首先我哋就嚟傾一傾包黎明呢一個人。咁其實呢一個作者都係一個比較傳奇嘅人。如果你喺 Google 上 search 包黎明呢一個名咧，你就會發現 search 出嚟嘅資料大部分都係日文嘅資訊。咁究竟包黎明係一個點樣嘅人呢？咁由《紫微斗數入門》呢一本書嘅序言，我哋就可以知道，原來作者包黎明係喺1954年出世，而爸爸咧就係中國內地嘅福建人，都係一個逃亡去日本嘅革命者。母親咧就係一個日本人嚟嘅。包黎明由細咧就喺日本長大，細個時咧就遇到好多嘅靈異事件，令佢同好多嘅宗教領袖、靈媒，又或者係算命師有好多不解之緣。咁由17歲開始咧，佢就已經開始讀易經呢一類嘅書籍。佢本身咧就喺日本法政大學讀緊經濟系嘅，但係後尾就決定決要去咗台灣留學，所以喺台灣認識咗好多當地嘅占卜師。後尾咧就開始致力於研究實質嘅占卜系統，但佢都好敏鋭地察覺到中日嘅占卜方法咧係有好大嘅差異嘅，所以佢最尾除咗喺日本發揚紫微斗數之外，佢都致力於加強中日文化交流。可以發現呢一本書同埋認識呢一個作家咧，其實我都非常驚喜。呢一本書我當時咧係喺香港一間叫做我的書房嘅一間二手書店買翻嚟嘅。我記得當時買翻嚟嘅時候，其實我就冇去認真研究作者嘅背景，而係將呢一本書當作入門嘅工具書嚟睇。後尾喺網上真正了解咗呢一個作者之後，我先至知道原來呢一個作者喺日本算係紫微斗數界嘅其中一位名師啦。而且喺日本嘅網站同埋個評論區之中，都有唔少學生去講述呢一個師傅嘅厲害之處。我見呢本書嘅參考價值其實都幾高㗎。咁初學者如何去睇呢一本書呢？咁我哋就首先嚟睇一睇呢一本書嘅基本框架。呢本書咧就主要分為5個部分。第一，命盤係乜嘢，同埋如何製作自己嘅命盤呢？第二個就開始講解紫微斗數嘅基本知識，以及如何去解命盤之中嘅主星同埋副星。第三，如何去解讀命盤之中夫妻宮嘅主星。第四，如何由官祿宮同埋財帛宮之中睇適合自己嘅職業同埋自己嘅財運嚟自於邊度呢？好，跟住第5，如何判斷自己嘅運勢。以上就係呢一本書嘅基本框架。咁睇嘅順序係乜嘢呢？以我自己為例子，由細到大嘅學習方法都係一路做一路學，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按照普通嘅方法，如何排盤開始嚟學呢一門知識呢，咁我就覺得慢。而且呢一種方法好容易令到初學者喺繁雜嘅知識之中喪失動力，所以我建議嘅方法咧就係首先喺網上邊開一張自己嘅命盤出嚟。至於用乜嘢工具去排盤咧，咁我自己就成日用文物天機呢一個 app 嚟排盤。排完盤之後，我哋就直接睇呢一本書嘅第2個部分，先去認識自己命盤之中每一個宮位嘅星星，跟住咧再去了解同記憶每一粒星星嘅作用。當參考咗呢一本書，徹底了解咗自己命盤之中嘅星星之後，你就可以開始去睇你身邊朋友同埋你另一半同埋屋企人嘅命盤啦。而喺呢一個過程之中，你就會發現，就算唔使死記爛背，你都好快可以去記得每一粒星星背後嘅意思。當你想再去深入學習嘅時候，跟住咧你就再回到呢一本書嘅第1同埋其他嘅部分啦，去學習剩低嘅內容。呢一種方法咧就會更加高效同埋有趣啲嘅。咁當然每一個人學習嘅方法都唔同。咁以上咧就係我睇呢一本書嘅方法啦。好啦，今次條片咧就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我呢一條片嘅內容，就 like、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啦。我係神婆令坤，我哋下一條片再見。